欢迎收听11月23号的迦南之声，我是世谦牧师，大家平安。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分享的是以西结书36章16到38节。以西结书36章16到38节，在今天祷告的经文是：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这段很有盼望的经文，就是今天经文里面的26到27节，说到上帝要赐给我们一颗肉心。的确因为我们如果看今天的经文，我们真的是需要有一个有弹性，能够感受上帝圣灵充满的心，这让我们面对上帝的心意，才不至于自己绊倒自己。在今天的经文当中说到，上帝兴起以西结先知向以色列人民说话，他在以色列人得罪上帝，面对到上帝的审判，甚至大家都知道，这以色列人的上帝，这个上帝好像只是一个一般的神他好像没什么用在这里说到上帝因着以色列人的经历被外邦人来亵渎，被列国所亵渎。讲到这里，好像大家会觉得好像很严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其实就是把上帝拉下来，好像跟其他的神明一样的位分，他不再是那个圣的被分别出来的，而是他是俗的，跟其他的神明没什么两样的。这是在这里说到亵渎的意思。上帝为他自己名的缘故，即使以色列人真实活在罪恶当中，上帝仍然要拯救。他做这样的事情，他在这里说，我做这事不是为你们，是为我的圣名，因为我要使我的大名显为圣。意思就是上帝他是超过其他神明的，他自己怎么可能跟这些一般的神明一样呢？然而当他自己显为圣，也就是说他在这里借着拯救以色列人的举动，他们已经到这个程度了，还有救吗？他们如此的悖逆，如此的不信，甚至敬拜其他的偶像，可是上帝却没有毁约，而是仍然持守他与以色列人立的约。在这里说，他要从各国把人召集回来，他要让他们归回本地，并且要给他们一个新的心，是肉做的心，是让他们能够有圣灵充满，让他们能够感受到，并且是自己愿意来回应上帝，顺从他的律例和典章的。在这里接下来一连串都讲到上帝的应许。上帝说，你们要知道我这样行不是为你们，所以以色列家当为自己的行为抱愧蒙羞。如果我们是那个不愿意改变的，仍然活在罪恶当中，甚至我们觉得自己已经没救了，很多人在信仰中跌倒，没有办法回到教会，没有办法回到信仰群体中，很多时候是觉得自己已经烂到没救了。可是透过这段经文，上帝给我们一个应许，不论我们多么的没有救，不论我们的心有多么的硬，上帝为他的名的缘故，他能够把你换心不只是换心脏那个心，甚至是把我们整个人心思意念身心灵都能够改换一心。所以对基督徒人来说，
悔改不是一件羞耻的事，而是一个很荣耀的事。上帝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一个人要改变自己的想法多么的困难，不过上帝却能够改变我们，而且这样的一个改变帮助我们去面对接下来的生活。因为我们如果回到以西结书他在讲的那个应许里面，后来的以色列人真的是归回哦。可是我们从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当这个犹大国灭亡1次、2次、3次，这个精英被掳去，精英再被掳去，而留下来的人，当这70年后他们回到故土的时候，究竟过去那个他们的家还是他们的家吗？在那里已经有70年，有人住在那，重新建造。上帝的确应许丰盛，可是这个丰盛是照着我们自己所想的那样的丰盛吗？上帝的确要复兴我们，但难道是照着我们自己所想的复兴的方式吗？所以一颗肉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面对环境的改变，面对世代的交替，它能够有弹性，它能够有圣灵的启示，它知道什么时候放下，什么时候遵行，什么时候高举，什么时候谦卑。在这里70年后，这些人回到那个地方，他们仍然认为那个是他们自己的吗？还是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如同我们今天在看见以色列，现实的以色列国家，这个21世纪的以色列，我们真的要说，求上帝来怜悯，让我们有一颗肉心，能够明白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不是我们以为怎么样的圣地，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地方，它才是那个上帝眼中最重要的地方。我想更重要的是，上帝创造我这个人，是不是有一颗肉心，越来越柔软的心，被上帝改变的心，好叫我们所做的不是仅限在表面字上面的意思，而是活在圣灵的工作跟带领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上帝，我们真实需要你给我们一颗新的心，我们需要常常更新在你的里面，好叫我们看见这世上的变化的时候，我们是能够在不一样的状况跟不一样的途径，都能够与主来同工。真理没有改变，但是方式、方法、路径，或者是表达方式，可能已经不太一样。求上帝给我们一个肉心，叫我们有学习的心，有顺服的心，有彼此款待、彼此相爱的心，好叫你的儿女在这个世代，特别在台湾这土地上，能够让人看见你。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愿你持续带领我们接下来所走的道路，好叫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有圣灵的同在。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迦南之声，我是世谦牧师。愿上帝赐福你，让你有一个柔软谦卑的心，让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真实经历上帝的丰盛。我们明天见。